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咱台湾队即届摕到棒球比赛世界冠军，昨暉转来甲咱机场，由副总统萧美琴去接机。虽然讲这动线有较乱，人较侪，小下小客，不过这球员看到济球迷伫咧大厅咧等因，互因是感觉真感动，而且佫做伙唱甲因乌演的歌，现场是真感心，嘛真热热。 飞机慢慢驶入停机坪，通机场用上关规格水门咧迎接，上车飞两边向飞机压水跳，加做一个万国门，迎接台湾英雄光荣回顾。飞机顶悬也播上总统热情的录影片，感谢大家努力。充分勤收，果决调度，犀利投球，火烫打击，全力跑垒，精彩守备，让国人为之疯狂，让各国赞叹台湾。所有球员、教练团、后勤团队以及筹小组，谢谢你们全力以赴，奋战到底。副总统萧美琴也去接机，用国家上悬规格来接台。 特别谢谢他们带给台湾的荣耀，谢谢他们激励人心，也谢谢他们团结台湾。不过接机动线煞真乱，有免税店董事长甚至提出家己准备布条啊，将球员客到后边翕相。客来杀气当中，也互台湾队长陈杰宪甲太太囡仔客到无路通行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哦，麻烦，各位，谢谢。 先出现黄山大军的小插曲，暗过前千回球迷客满飞机，一万好球员真感动。有球迷一晡4点就到现场选好位，搁做会师礼表，要向台湾最佳三垒手潘吉凯会师礼。我当初到捷克交流赛的时候，我都还是很不看好他，还是很希望总教练把他换掉。但是最后他打出的结果就是他攻守俱佳，还打出一支全垒打。球迷搁唱一番曲，投起一片大厅，一时也真做大负担。 咱32年来国际比赛三大赛事第一座冠军，获全台拢小公。总统热情着今日会伫总统府接见，佮举办英雄大游行。按算下晡3点40分，为总统府头前出发，感谢台湾英雄为台湾的付出甲努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